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p 藝術評價淺論梁光耀藝術雙年展比賽又快將舉行，每次比賽結果公佈之後，都有人說比賽不公平，例如上屆就有人指出裝置藝術得不到公平的對待。撇開評審制度是否公正的問題不談，我認為有些人對藝術評價有一錯誤的看法，就是以為藝術評價是完全客觀的，就好像事實判斷一樣客觀和明確。好的作品就是好，差的作品就是差。存在住一套評價藝術作品的客觀標準。很多時爭論之所以沒法解決，就是由於大家都確信有這套標準，並且自以為自己的標準就是那套客觀的標準。那麼，只要比賽結果並不符合自己的評價，就很自然認為評審標準有問題，甚至是不公平。然而，如果藝術評價並沒有一套客觀標準的話，那藝術價值的判斷豈不是主觀和任意的？很多人因此就斷言藝術評價只是主觀的個人判斷而已。可是以上的推論，由藝術評價不是客觀的去推論出藝術評價是主觀的正反了，非黑即白的謬誤。Left bracket 一 Right bracket 事實上，藝術評價是介乎客觀和主觀之間，藝術評價並不是任意和主觀，評價標準是存在的，可是標準卻不止一套。Left bracket 二 Right bracket 根據不同的標準，我們可對同一件作品作出相異的評價。本文正嘗試對藝術評價的問題作初步的分析和釐清，特別是指出藝術評價是主觀或是客觀這兩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先談藝術評價是主觀或相對這種觀點。Left bracket 三 Right bracket 如果藝術評價是主觀或任意的話，那藝術評價這種互動豈不是毫無意義嗎？一個藝術評價跟一個門外漢的評論又有什麼分別呢？所以藝術評價這種互動是可行的話，先決的條件就指出藝術評價是主觀，這種論點不能成立。現代藝術的興起，令得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大增。例如畢加索的畫，有人說是天才的作品，有人卻說是連小孩也不及的塗鴉。很多人就是根據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來證明藝術評價是主觀的。即使如果藝術評價是主觀的，則會出現很多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這個論點可以成立。可是如果藝術評價是主觀的話，則會出現很多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加上事實上有很多藝術評價不一致現象，來推論出藝術評價是主觀的，
這個推論顯然是錯誤的。 left bracket, 4. right bracket, 因為造成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還可以有很多別的原因，例如因藝術修養不足而不能下合理的判斷，沒有相干的知識等等，未必是由於藝術評價本身是主觀。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指出，藝術評價並不是主觀的，因為藝術評價是有根據，是有理由支持的。當然，我們勢必要追問究竟怎樣才算是合理的標準，什麼才是理由呢？例如，格爾尼加這張畫之所以好，是因為它是畢加索所作的，以畢加索所作作為理由去支持這張畫為好，顯然是不可以接受。又例如，格爾尼加之所以好，是因為它是反戰的，道德價值可否作為評價一件作品的合理根據呢？但如果我們說格爾尼加之所以好，是因為黑白灰色的運用配合主題，加強了畫面的統一，以統一性作為評價的理由，一般都會被接受。進一步要追問的可能是，究竟我們以什麼標準去衡量那個評價理由是否可以成立呢？有些哲學家認為評價理由要有普遍性。普遍性的意思是理由要適用於評價所有藝術作品。如果有些理由只適用於某類作品而並不適用於另一些作品，就沒有資格成為評價標準。可是這種講法跟我們的常識有很大的出入。例如，魏斯的畫之所以好的一個理由是其寫實性很高。可是寫實性這個理由卻沒有普遍性，因為它並不適用於抽象畫。如果我用寫實性去評論康丁斯基的畫，就顯得不相應了。由此可見，理由沒有普遍性也可以是理由。當然，這並不排斥有普遍性的理由存在，因為理由可以有不同的層級，有些沒有普遍性，有些有普遍性，有些不但有普遍性，並且是其他理由的基礎。哲學家 Beardsley, 就試圖找出評價藝術作品的最基本原則，所有藝術評價理由最終都能收歸入這些基本原則。根據 Beardsley, 的講法，基本原則有3個，分別是統一性、複雜性、情感強度。Beardsley, 之所以得出這3個基本原則，是有他的審美經驗論作為支持。 left bracket, 5. right bracket, 但在這裏我們無法詳細介紹他的理論。不錯，很多人都會同意作品的統一性、複雜性和情感強度是評價藝術作品的重要根據，可是亦有很多我們認可的評價理由卻沒法在 Beardsley, 的理論中佔一席位。
例如作者的個人風格、作品的原創性或創新程度、處理物料的技巧等等。如果我們同意作品的道德價值和認知價值跟藝術評價是相干的話，那麼事實上我們一般用來評價藝術作品的理由，很粗疏地講，就有統一性、複雜性、情感強度、個人風格、原創性、技巧、道德價值、認知價值等等。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大概的分類，並沒有窮盡了所有理由，也不排斥這些理由可以有從屬的關係。即使我們大家都同意以上所列的是評價藝術作品的合理根據，可是更為基本，那個稍為重要，卻往往因人而異。例如有些人很看重創新這種價值，有些人則認為表現情感才是藝術品的價值所在。舉個例，假使我現在寫了一張書法作品，差不多比得上王羲之的水準，但如果你認為創新是最重要的評價準則的話，則會將我這張作品評價很低。可是，如果你着眼於統一性、複雜性、情感強度，則可以有很高的評價。藝術評價不一致的現象之所以很多，並不是由於藝術評價是任意的，很多時是因為大家所側重的理由各有不同，而認為藝術評價是完全客觀的人只知道評價藝術作品有其合理的根據，而並不了解在這些不同根據當中，並沒有一個客觀的優先次序，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和偏重。這個結論可能令得那些認為藝術評價是客觀的人大為不安，仿佛藝術品沒有了高低之分，藝術評價有很大的相對性。當然，藝術評價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希望對不同的藝術作品作合理和公正的評價。可是我以為藝術評價的更重要功能反而是指出不同的藝術作品值得欣賞的是什麼地方，引導和幫助我們去欣賞，最後得益的是觀眾本身。那些終日仰注齊白石第一還是張大千優勝的人，很可能只是一種藝術名次心態在作祟，要在杜甫和李白之間強分高下，只是個人趣味的選擇而已。注釋 Left bracket. 一 Right bracket. 非黑即白的謬誤是指由不是一面極端的狀況而推論出另一面的狀況，就好像由不是黑色去推論出是白色。Left bracket. 二 Right bracket. 當然，不同標準之間還是可以比較優劣。Left bracket. 三 Right bracket. 在哲學家的專門討論中，藝術評價是主觀和藝術評價是相對的，這兩種觀點是有分別的。不過，在我們目前的討論裡面，
並不需要作出區分。 left bracket, 4. right bracket, 在邏輯上，這個推論的錯的，他犯了肯定後項的謬誤，其論證形式如下：如果 P, 則 Q, Q therefore, P, left bracket, 5. right bracket, 簡單來說， Beardsley, 先將藝術品定義為能夠製造審美經驗的人造物，越能製造強審美經驗的作品就越高價值，而審美經驗的基本性質就正好是統一性、複雜性、情感強度。畢加索作品格爾尼加的主題是反戰，作品所具有的道德價值跟藝術評價是否相干呢？ copyright,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